气象署继续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的特报，低气压的中心伫站9点是已经对台东的中滨入来台湾，目前是已经减弱甲变做一般性的低气压，也毋过呢水汽正巴甜，所以落雨热区会对东部转向南部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三个县市今日拢爱说是大雨有可能会落出灾情。也那上新的消息是，因为落大雨的关系，高雄山区雨真粗，市政府已经宣布桃园区雨行里，也阁有拉湖兰里、梅山里、宝山里，甲桃园国小、国中今仔日拢停班停课。透早2点外，台南的雨变大了，一直落到透早拢无停过。气象署继续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，也有雨特报。昨天晚上9点的时候，近中心是从台东长滨一带进入地，随后受到地形影响，其实强度是明显的有被破坏减弱，成为一般的低气压。在南台湾的降雨是明显的增强。那目前南部的话，施雨量很多地方都有来到50毫米以上，在屏东也是目前有到豪雨等级了。热带性低气压昨暗9点自台东的长滨登陆，结果被破坏了，已经减弱成为一般低气压，不过水汽也是正饱，而且今仔日透西南风，降雨热区将会自东部刷到南部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要注意地灾性降雨。所以今天一整天呢，就要受到西南风增强影响之下，要留意是在南台湾的降雨，特别是南部地区是有豪雨发生的情形。自昨到今仔日透早5点半，台东南市累计雨量233毫米，是全台湾上悬。南市是自11就开始落雨，真侪野火拢涨起来。南市海域因为落雨梅水一直冲入去海，曾出现2种色的阴阳海。因那花莲昨雨也正大，小果兰花水涨起来，论天变道被淹去，芒仔洞变道也冲海去。4个位啊全部拢封闭。另外，伫明理变道，因为水一直涨起来，昨晚6点进行有警示封闭。台北线路边的山壁顶石头一直高来，抢修人员已经伫咧现场待命。霍然亭的路段，那发生一个上烟坡的持续落石坍方的一个状况。稍停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可以随时的来做一个抢通的动作。宜兰的龟山岛因为码头涌涌，海水的水位关系差正大，所以龟山岛今仔日是继续封岛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